TT 10萬個點解 YouTube.com/TTTime。 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1995年11月27日，香港元朗的鄉村小路籠罩在薄霧中，午後的陽光勉強穿透雲層，灑在一棟老舊的村屋前。這棟屋子屬於一對年過半百的夫婦，街坊稱他們為老陳夫婦。他們以放貸為生，平日低調，卻因財力雄厚而在村裏小有名氣。這一天，他們的獨子阿明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不安。阿明推開生鏽的鐵門，卻發現大門被一塊寫着地主牌的木板擋住。他皺起眉頭，這塊牌子從未出現在這裏。他用力推開木板，進屋後，一股新鮮水泥的刺鼻氣味撲鼻而來。阿明環顧四周，客廳空蕩蕩的，平日裏總在沙發上看報紙的父親不見蹤影，母親也不在廚房忙碌。爸媽，阿明喊道，聲音在空蕩的屋內回響，無人回應。他走向廚房，腳步卻在門口停下。廚房地面的水泥看起來異常新鮮，與屋內其他斑駁的地板格格不入。更奇怪的是，灶台旁站着一個男人葉某，一個阿明勉強認識的借貸人。此人36歲，身形瘦削，眼神閃爍不定，手裏拿着一把掃帚，像是剛剛打掃完什麼。你怎麼在這？阿明問，語氣帶着警惕。葉某勉強擠出一絲笑容。我來找你爸談點事。他們不在，我就先走了。阿明沒說話，目光掃過葉某顫抖的手和額頭上的汗珠。葉某匆匆離開，留下阿明站在廚房中央，水泥的氣味越來越濃。他蹲下身，輕觸地面，水泥尚未完全乾透。他心頭一沉，撥通了警局的電話。當晚，元朗警署的探員抵達現場，他們封鎖了村屋，開始勘查。帶隊的警探老張經驗豐富，嗅覺敏銳。他一進廚房，便注意到那塊新鋪的水泥。這水泥不對勁，老張對身邊的年輕探員說：太新了，像是在掩蓋什麼。經過簡單的敲擊和探測，警方確認灶底下的土壤有異。挖掘工作隨即展開，隨着一鏟鏟泥土被挖出，一股腐臭味逐漸彌漫。幾小時後，兩具屍體出現在眾人眼前，正是失蹤的老陳夫婦。他們的屍體被草草包裹在塑料布中，已經開始腐爛。法醫初步檢查顯示，夫婦二人死於鈍器擊頭，死亡時間約為2-3天前。老張站在灶台旁，目光冷峻。他知道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兇案，兇手不僅殺人，還試圖用水泥掩蓋罪行。這需要冷靜的頭腦和周密的計劃。查這屋子最近的來往人員，老張下令，特別是那個叫葉某的男人，調查迅速展開。警方發現葉某與老陳夫婦有長期的債務糾紛。葉某曾向夫婦借貸數十萬港幣，用於生意投資，但生意失敗後，他冇力償還。街坊傳言，老陳夫婦對葉某的拖欠頗為不滿，多次當眾催債，讓葉某顏面掃地。這家伙有動機，老張在警局的會議室裏說，手指敲着桌上的檔案，但我們需要證據。探員們開始追蹤葉某的行蹤。他們發現，案發前幾天，葉某曾在一家藥店購買了含有安眠藥成分的食品。店員回憶，葉某當時神色緊張，結賬時手抖得厲害。更關鍵的是，警方在葉某的住所搜出了一袋水泥，品牌與廚房灶底的水泥一致。這家伙是怎麼做到的？年輕探員問。老張點燃一根煙，吐出一口白霧。他先用安眠藥迷昏了老陳夫婦，然後下手殺人。殺完後，他買來水泥，把屍體埋在灶底，試圖毀滅證據。1995年12月，葉某被捕。他起初矢口否認，但面對鐵證如山的證據，他的心理防線逐漸崩塌。在審訊室裏，他終於開口，聲音低沉而顫抖。
我沒想殺他們，葉某說，但他們逼得太緊了。我欠的錢還不上，他們天天來我家鬧，還說要告我。我走投無路。葉某交代，案發當晚，他假意與老陳夫婦談判，帶來了摻有安眠藥的飲料。夫婦二人喝下後昏睡過去，葉某用鐵錘結束了他們的生命。隨後，他連夜購買水泥，將屍體埋在灶底，試圖製造失蹤的假象。你以為水泥能掩蓋一切？老張冷冷地問。葉某低頭不語，雙手緊握成拳。1996年6月，葉某在高等法院受審。法庭上，檢方展示了安眠藥、鐵錘和水泥的證據鏈。葉某的辯護律師試圖以激情殺人為由減輕罪行。陪審團最終一致認定葉某犯下2項謀殺罪。法官宣判時，法庭內一片寂靜。葉某被判處終身監禁，永遠失去了自由。阿明坐在旁聽席上，雙眼通紅。他無法接受父母的離去，更無法理解為了一筆債務，有人竟能如此冷血。案件落幕後，元朗的村屋成為了村民口中的凶宅，無人敢靠近。然而，這起凶案的餘波遠未結束。隨着時間推移，一些離奇的傳言開始在網絡上流傳。有人將葉某的凶案與更廣泛的陰謀論聯繫起來。這些傳言聲稱這不僅僅是一場債務糾紛，而是某種更大陰謀的一部分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名為爬蟲人陰謀論的說法。這種理論宣稱，世界由一群偽裝成人類的外星爬蟲人控制，而葉某的凶案不過是這些爬蟲人試圖掩蓋某種秘密的行動。這種說法還與反猶太主義掛鈎，聲稱某些族群是爬蟲人的代言人。這些荒誕的理論在網絡上傳播，吸引了一小群信徒，但很快被主流媒體駁斥為無稽之談。與此同時，另一個更為知名的陰謀論也在這段時間甚囂塵上。美國內華達州的51區，這個軍事基地因其高度機密而成為陰謀論者的焦點。他們相信美國政府在51區隱藏了外星人和墜毀的外星飛船。這些傳言的起源之一是1947年的羅斯威爾事件，當時一架不明飛行物據稱墜毀在新墨西哥州，軍方迅速封鎖了現場。1990年代末，51區的傳說達到高潮。一些極端人士甚至計劃集體衝進51區，試圖揭露真相。他們在網上發起活動，號召數千人前往基地，聲稱要解放外星人。這場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，僅有少數人出現在基地外，無人真正進入。另一個與51區齊名的陰謀論是化學痕跡 （chemtrails）。這種理論認為，飛機在天空中留下的白色美跡並非普通的凝結美跡，而是政府或秘密組織故意噴灑的化學物質，目的是控制天氣、操縱人類思想，甚至毒害人口。化學痕跡的信徒們聲稱，他們觀察到飛機美跡在空中停留時間過長，且呈現不自然的擴散模式。他們拍攝照片、召開集會，甚至試圖化驗空氣樣本。然而，科學家們多次駁斥這些說法，解釋道，飛機美跡只是高空中水蒸氣凝結形成的雲霧，與任何化學物質無關。葉某的兇案最終塵埃落定，但他所引發的陰謀論卻在網絡時代愈演愈烈。從灶底的兇殺到51區的外星人，再到天空中漂浮的化學痕跡，人們似乎總在尋找某種超越現實的解釋，以填補未知的空白。阿明在父母的喪禮後離開了元朗，試圖忘記那段黑暗的記憶。他偶爾聽到關於爬蟲人或51區的傳言，只是搖頭苦笑。他知道真正的兇手並非外星人或秘密組織，而是一個被債務和絕望逼入絕境的普通人。在這個充滿謎團的世界裏，真相往往比陰謀更簡單，卻也更沉重。